二空眷村是一个台南悠久的历史眷村，我们非常希望这个文化园区能够尽速的完成，也能够让老一辈跟我们2代、3代回味我们眷村的以前风光的时代。二空新村哈，它主要是空军的眷村。那呢，这个眷村是空军自己建设的一个眷村，所以我们希望保留原始眷村哈，空军眷村的那个味道。空军哈最原始的一个象征，就是因为它是空军，所以它的房子的油漆一定是蓝色的，天空的蓝色。为了让这些眷村的朋友们，大家能够重回这种眷村的文化记忆，所以这个地方也保留了很多的眷村聚落里面的这些巷弄。那虽然有一些围墙拆除，但是其实还有保有眷村的那种文化的纹理在。那另外就是整个空间里面，其实有18栋的老房子，那也做了局部的一个空间的结构，让未来的空间在利用上更好。所以未来这个地方会兼具眷村文化的保存，那在地居民的休闲，那以及非常重要的一个眷村文化的观光来做使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仁德区二空新村原住户在民国98年至100年间陆续迁出，以清空的眷舍环境常年无人居住，管理不易。为了维护环境治安以及保存丰富的眷村文化轨迹，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编列经费规划设计，将二空新村重新打造成半户外休憩空间，修复既有眷舍，并置入新的机能，成为居民生活场域的一部分。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二空眷村修复以及文化园区的一个动土。那我们可以知道，二空园区这二空新村就跟我们台南市好几个眷村一样，是一个改建之后却是很多人情味浓浓的地方。那我们希望保留眷村文化，也希望眷村文化在台南的多元文化中间扮演重要的一个地位。那过去我们有水交社文化园区的这个设立，那我们现在二空文化园区将来一定能够把水交社文化园区中间好的保留下来，而且更发扬光大，能够将来不仅在市民朋友们我们当地的市民以及来自外地甚至外县市的朋友们来到二空，就能了解到当年的文化，而且喜欢上眷村文化。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9月16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发生在中秋连假期间，永康区的民体大火，造成3人死亡，边仔住户也遭受波及。台南市会上午由议长郭信良甲多位议员前往关怀地震慰问金，也呼吁民众要注意用电用火安全，避免悲剧发生。伫中秋连假11号暗时，永康一户民体伫巷马的时阵，将电烤盘插伫烟灯线顶面，电力负担上过大，引起火灾，造成祖孙3个人死亡。现场烧甲真严重，连边仔住户也受到波及，规栋烧甲乌密麻，无法度住。96岁徐老先生厝内不止受到波及，而且为了配合救灾，厝内灶骹被拱出一个大坑。议长郭信良甲多位议员前往关怀，期盼家属会当早一天行出伤痛。那永康发生这一件不幸的事件，在中秋节前夕，那地方的里长包括区公所社会局，包括地方的民意代表，都非常的注意这件事情包括了房屋的整个的不堪使用要求社会局以及相关单位
除了在法律上的人道上的救济以外，那希望也能够根据法律的规定，将房屋的修缮呢列入呢考虑的一个项目之一。议长郭信良也分别致赠慰问金给受灾户，希望在区公所以及社会局的帮助之下，会当让家属恢复家园，重新回去正常的生活。同时也呼吁民众用电的时阵一定要细腻，避免意外再次发生。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议员陈坤和用以公益律师的身份，以追求公平正义、平衡城乡发展做主题，在总集选替大北门的建设来请命。伊也特别指出，大北门区的预算经费逐档下降，对当地乡亲是要安怎交代，表达强烈的不满。议员陈坤和根据108年到111年担市4档内各区执行经费分配来检讨，结果开包所占的比例对31.67%到30%以下，而府城则是大幅度提升将近4成。议员强烈批评，伊年内无删市府预算，结果大北门区的建设经费却逐档下降，建设无平均，敢对得起当地乡亲。你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安居乐业。那安居乐业不足的时候，大北门区的人口会流失啊，西北的人口会流失啊。那他离开他的父母亲，来到北的地方或者进入府城跟西南来就业，可是必须要在那边买房子的情况下，那你想他安居乐业吗？对不对？他马上没有办法跟父母亲一起住啊。议员进一步不满是，市府以大北门区太阳能正电全国第1为骄傲，却唔知努力让人民安居乐业。因为台市大专以上就业率一直偏低，结果65岁以上就业率却是拉到上悬，加上人口流失，显示根本无法度吸引少年族群留在地打拼，相当烦恼，要求市府书面答复。台南新闻军吉林根采访报道。台南今年发生2件重大枪击案，结果在日前的22县市市政民调，台南市的治安满意度竟然阁下下金奖，让议员郭宏仪非常的质疑。在总集选呼吁台南市警察局千万唔通自我感觉良好，特别在组织抢案甲诈骗案，一定要有作为。针对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14号所公布22县市首长满意度甲市政民调，结果台南市治安满意度赢得金奖，对此议员郭宏仪相当质疑，因为自从桂林甲安南区的枪击案发生以后，民众的观感就是台南市无搁再破失。对此，想要到警察局长嘛回应，比起4年前，台南现在已经是高度复杂的社会，无搁再破失。发生这样的代志，实在会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会觉得质疑，到底我们的治安怎么了？咱外来犯罪、穿越性的犯罪，跟过去增加真多。这伫咱的案件发生的这个情形，咱有去做分析，它已经是迈入一个高度开发的一个工商业治安环境。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社会。为维护治安，议员都来要求市府千万唔通自我感觉良好，嘛进一步检讨现况伫安南区甲新营的台南市刑事警察大队的队伍并无适当，建议爱设伫沙仑特定区。以目前我们台南市刑大来讲，迄个所在2个地方来讲，2个队部来讲，其实也无做适当啦。如果会使的话啦，伫咱沙仑特定区内底这个机关用地要设置沙仑派出所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规划看看，把市营大也放在这里，迄个所在拢总有1点差不多1公顷。愿不应这样子去规划，机关用地要来把合并市刑大跟沙仑派出所，我们来思考看看，评估看看。另外，针对全国拢盛行的诈欺案，市长强调，台南成立大诈队以后，1个月内已经组织3000多万的诈骗经验。伫每一摆治安汇报，嘛拢会颁发超商协助有功人员，都10来件，全力宣导拼治安。
台南新闻郭文吉、林英庚采访报道。议员李免竹伫总咨询嘛，针对充实境海增备，经历一步一步到位，向市府提出建言，而且伊嘛建议市长动用第二预备金来建立 AI 智慧巡防系统，同时将5人以下分组所整并，除了保障环境执行安全，嘛提升治安的效率。以两位远景顺直来思考，议员林彦竹都来要求市长唔通发生代志，才来支持警察能力，嘛进一步针对境海装备的充实，以加入 AI 智慧巡防系统为例，强调会当提升线定破案，用科技来找查车，重点是加强远景执勤的安全，来向市长建言。因为进前刑事警察大队提出22套的需求，可比智慧发展中心降缓便利，所以议员建请市长用第二预备金来添购。新大提出要求，招智慧中心暂缓编列，才181万9千购买22套，那如何的？就像你讲的，充实警械装备，有办法吗？今天刑大提出，在今年度提出，就招了智化中心暂缓。智化中心认为它的 AI 系统是成熟的，可是他们并不相容的。所以我讲市长，你是不是当用你2倍金，才180几万尔？对啦，啊，就我5000万，都你用啊，不差800万。好，那你承诺我承诺你，就是说我们会谨慎评估，然后第一个是不是22套，说不定是30套啊。没有，现在。我们跟他们再讨论一下。警大提出来就只有3套啊，嘛只有22套啊，所以拜托，是咪拜托市长？我承诺你，我会严肃评估、尽速决定，然后来让台南的警政更步向 AI 化。为了拼治安、提升效率，议员进一步建请5人以下的分驻所，包含派出所爱合并，和警力集中的状况，嘛是保障警察执勤的安全。对此，市长黄伟哲表示，但因为牵涉政治性，也是各区民代有所反弹，经过沟通，才来进一步评估。台南新闻郭文吉、林英庚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香喷喷的月饼出炉了，不管是栩栩如生的兔子，还是印着中秋团圆字样，怎么看它就是月饼。但其实这是尽心生计，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特别推出的手工皂月饼礼盒。依照不同客户需求搭配，选用国外进口有 SGS 认证的天然精油皂基，每颗都是下定才制作的复方皂，让收礼的人既不会造成体重负担，用了还能滋润皮肤。我们精心所调配这个月饼精油皂比较特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皂的设计是用途是做洗脸的，还有洗身体的。那用在洗脸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像这个上面有一则姜黄跟藏红花，跟这个小马是比较属于混合性肌肤，而且混合性肌肤有些是皮肤比较偏干。那偏干的话，我们的里面的皂基就会添加一些天然的氨基酸，让它洗完保湿以外，还能让它滋润一点。那一般的皂呢，他们就洗完可能就是保湿而已，可是等一下就变干了。那但是我们的皂不一样哦。就是洗完之后，它就是因为是复方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发现，就是他们发现他们的精油皂的一个滋润跟保湿的一个功能。那洗身体的话，它会针对皮肤等一些去角质，跟皮肤我们形成长期这样洗精油皂，其实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皮肤再形成一个保护膜，增加一个保护力。那洗一般的皂当然不行，洗一般皂你如果干涉的话，就是清洁而已，但是你可能还要再抹一下乳液啊，做一下保湿。要不然你在冷气房下的话，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干，很不舒服。那如果太干的话，我们皮肤如果一晒太阳，其实会痛，因为没有保护膜了。所以精油皂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受到市面上喜欢那么多人喜爱，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有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比一般我们的清洁皂好很多。除了月饼造型，静心也会根据客人需求，协助寻找不同的模具，让手工皂造型多变，不同节日都能有订单上门。其实都是客户的需要，我们再去帮他们找这种模具来帮他们做。那做的时候，我们现在目前南区区公所他们现在最近的父亲节有颁发
有要颁发父亲节的活动，所以说就订这个按摩皂，他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跟一般的皂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拿回去就可以这样洗一洗，起泡之后可以就这样子做按摩，很舒服。然后这也是一头皂底的，就是说头部也可以洗，哦，脸也可以洗，身体都可以洗。好，所以我们很多皂有的是一皂到底的，一种是只有洗脸部的，洗身体还是有分开。好，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像这些造型的部分，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你喜欢海洋系列啦，你可能比较缺能量啊，哦，那我们就跟客户问啦，你如果比较缺能量不足，皮肤比较暗沉，那我们就用海洋系列啊。那如果说我想青春一点、冻龄一点，那我就用玫瑰的啊。哦，那我想说我要更有活力，还要更有杀菌功能，不要避免蚊虫咬伤。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像这个姜黄啦，还是我们的香茅的部分下去调在一起使用。天然精油皂基只要经过加热融化，搭配模具的使用，就能跳脱传统肥皂方正的造型，让消费者爱不释手。看看这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蛋糕，恨不得能全部带走。未来过节烦恼到底该送什么礼盒，才不会让对方吃下太多热量？手工皂礼盒或许是个不错的新选择。台港国家公园管理处结合安南区、绿里社区、生态企业管理协进会、海军陆战队分嘉南陆军队、陆军专科班、相比士官班的校友会，9月24号将伫乐里门溪举办一场模仿回国电成功、甲荷兰海战以及白龙船比赛友谊赛，欢迎民众前往参加。乐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蔡登进表示。乐里门溪是台南市除了安平运河以外，唯一会当举办龙舟比赛场地。伫1997年，就曾经伫遮办理过省中杯龙舟比赛。事隔25冬以后，台港国家公园管理处甲乐里社区决定再次举办龙舟友谊赛，也弥补了今年端午节台南市停办国际龙舟比赛遗憾，并将水上运动甲模拟历史重建活动结合。重现郑家军甲荷兰军伫台港内海正面交战的场景。今年的镇海战的活动呢，除了跟往例一样有这个郑成功跟荷兰的舰队在海上作战之外，又增添了一个龙舟友谊赛，来弥补今年台南市的龙舟比赛没有举办的这个困境让大家重新能够体验这个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那这一次非常感谢我们台江国家公园的许处长许副处长前来这边参加我们今天的记者会，还有台港国家公园管理处副处长许家祥表示，乐里社区每当办理模拟地成功登陆甲两军海战活动，今年因为配合防疫，延到9月24号来举办。这个活动非常感谢。有我们海军陆战队，还有陆军常备士官队，以及我们成大企业协进会等相关的团队来共同来一起来参与这一次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上，我们除了有可透过郑和海战，来让我们在地的乡亲了解郑成功这个我们的前辈先人他。从大陆过来台湾这一个文化的脉络。24日活动当天，除了会当看到模仿郑和两军交战画面，乐里社区嘛邀请海军陆战队、分嘉南龙舟队、成大汽协龙舟队、陆军常备士官班校友会龙舟队展开龙舟友谊赛。除了推广民俗体育活动以外，现场也将开放给民众体验划龙舟，和参与郑和海战活动的朋友亲自落水划龙舟，感受无同款的趣味。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湾手表天坛16号举办第28届清寒奖助学金颁奖仪式，总共有119间的学校，943位学生受奖，总金额高达347万。
市府副秘书长王永娣代表市长办证感谢状给天坛，也勉励学生未来有能力的时阵爱回馈社会。台湾手表天坛自民国84年起发送奖助学金，每年加费1000学子，希望透过这善款协助因更会当安心求学。今日伫庙埕举办的捐赠仪式，也是手表天坛第28届奖助学金捐赠。这次总共有119间学校，943位学生受赠，颁奖金额3467000块。时间过得有够紧，已经28届。今日所颁发的迄个同学拢有943位，奖金也有一些的奖金，我们其中较恩贵的，我嘛是希望讲，在这个少子化的时代大家我们就要更应该的珍惜我们的身体也好，课业也好，包括大家努力的学习。市长黄伟泰原本嘛要出席这场温馨又有意义的活动，但因为目前是单市会开议的时间，所以特别委请市府副秘书长王阳志前来颁证感谢状给手表天坛，同时也鼓励受赠的学生爱努力向学，未来有能力时嘛爱回馈社会。我最重要，它是一个起了很大的一个引领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更多的各界可以来对我们的教育的支持。但我们所有同学呢，这些很可贵的资源，我们要想到的，我们这些有心的各界对我们这一份的支持，是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安定的心，不因为有经济上的困难。可以很静心下来，努力我们的学业，做好我们做人做事的学习。台湾手表天坛长期投入社会公益，除发送奖助学金以外，每档也会固定关注社会局200万照顾弱势家庭，并办理自强号慰问金发送。今年因为疫情变化，天坛经协助市府防疫工作，关注快筛、喙安、隔板、紫外线杀菌机等物资。以实际行动共同照顾弱势。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疫情已经是第3档，伫外面用餐的民众变少，真侪人拢改做外杂，这嘛使得便当业者的生意变好。为伫高雄增订一间健康餐盒专卖店，要将2个月部分营收关乎公益单位，希望会当帮助弱势团体。从蒸烤箱拿出半熟的青鱼，放在铸铁锅上，高温逼出鱼油，滋滋作响，香味散发在厨房里。疫情凶猛来袭，但也让贩卖便当餐盒的业者在疫情期间生意翻转。基于企业回馈社会的本质，位在前镇的这家健康餐盒业者决定要捐出2个月营收的5%给衡山基金会，作为扶助弱势的经费。在疫情正严重的时候，虽然说我们的业绩我们会上升嘛，可是我们有发现到，其实有蛮多的人，其实他们也间接的去受到影响。那他们可能是连饭都吃不到的，那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既然我们营业额有上升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为这些弱势的人去提供什么样的帮助？疫情间捐款人数大量下滑，因此有企业愿意站出来给予协助，基金会也表示相当的感谢。因为疫情的关系，对衡山的捐赠来说，这个金额会减少。是，这一定会影响的。其实像不要讲疫情像现在的基金会非常多。那所以说，在这个资源的分配上，它没有办法涵盖的这么完整啊。所以坦白讲，其实像这样的行善团，它很多都是团员自发性的在帮忙。所以我们当然有企业这样的协助啊，我们其实心里面非常的感谢。水煮鸡肉、少油少盐的几样蔬菜，现代年轻人为了健康，在饮食习惯上做了很大的调整，因此业者也煞费苦心，用不同的烹调方式，做出低油低盐又好吃的健康餐盒。餐点内容我们在烹调上会比较复杂一点，那再来就是我们的酱料、肉类还有我们的米饭，全部都是分开去研发的。对，我们并不是说可能我们做出来，然后碰一碰水，
然后就可以提供给消费者。我们希望消费者吃到的是跟外面有所差别的。平价的餐盒是附近上班族的首选，尤其在疫情期间，外带餐盒更是符合大家的需求。业者赚钱之余，还想着要做公益，让人感受到社会上满满的温暖。记者林嘉怡、邱玉婷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9月1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